好，咁啊，今日咧同大家咧分享呢個加拉太書嘅。咁啊，而另外咧就有講到咧，即係有呢一個嘅聖靈果子啦。咁其實咧有一種咧叫做神秘果嘅東西嘅。咁呢個神秘果咧，佢又叫做變味果喎，又叫做麥拉聖果，又真係有樣咁嘅嘢喺西非同埋中非啦咁樣。咁我都係聽下即係大衛鮑森牧師講啦，咁啊再查考下咧，佢話原來真係有啊。咁呢種喺即係喺非洲嘅呢一種果實咁特別係點解咧？係因為佢咧會調節個味覺嘅。食落去之後咧，唔會有同一種果實，但係有9種唔同嘅味道啊，咁樣即係可以啊。咁而聖靈果子咧就係啦，即係佢唔係話分開9個果子，其實係一個單數嚟嘅，個果子係有9種獨特嘅品格嚇，包括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温柔、節制。咁原來咧就譬如頭呢幾樣嘅果子咧，就係講緊同天父有美好嘅關係啦。跟住另外咧就有啲果子咧嘅，譬如可能忍耐啊、恩慈啊、良善啊，呢啲同人有和諧嘅關係啦。咁另外咧就信實、温柔、節制咧，呢啲就係同自己有美好嘅關係咁樣嚇。咁我覺得冇咧，即係當係聽下咁樣啦，即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嘅啟發嚟嘅，因為唔同聖靈嘅果子咧都能夠咧同人咧無論同天父同人啊同自己有唔同嘅關係咁樣。